蹤影，所以心在內是不對比。可是壞命也看不到星，但身體有感覺，心裏知道，身心彼此有關聯。我想了日也在中間，寬恕好那中間在那邊，中間必然有正確地方，是教中還是心中有，若在體內就不夠鐘，相對於變鍾情領域旁，心不在內也不在外邊，表示不出就成了幻想，若到處都可表示心，沒有標準就成了亂講。阿難趕緊說不是這樣，就將你講為識的道理，眼根接觸時曾經記，產生眼色時心投影，色心就在眼與色塵間，我是指這個中間，不聽了阿難這樣辯論，便問心起作用那邊見，若同時看到根和塵，所見所知成兩樣東西，無法分清事物真相，色心就不在這個地方，心不在內也不在外面，表示不出就成了幻想，若到處都可表示心，沒有標準就成了亂講。若只對一邊起作用，對外能看對內不能知，色心無體靠作用顯，不作用時便無體性，比喻睜眼想事情，眼睛照射卻看不到，色心未起便是空，間塵之間原本空蕩，心不在內也不在外邊，表示不出就成了幻想，若到處都可表示心，沒有標準就成了亂講，心不在內也不在外邊，表示不出就成了幻想。